这个医生来提醒大家，讲过年时啊，有袂少急性的心肌塌甲中风的案例，拢甲坐伤久、食伤油，加上无眠有关系。所以要提醒咱的乡亲时代，这个过年期间，除了要控制食食之外，嘛要随时爬起身、春轮活动筋骨。咱特别请到医师来教大家简单的运动操，来促进咱血气的循环。 年要到啊，过年时啊，真侪乡亲拢会拍麻将、消遣，淹过爱说字，你若坐伤久，血液循环无好，可能会变成健康的杀手。那静脉的部分呢，主要还是跟久坐啊，或是你有一些特别的血液疾病，的这些病人，因为他血液就是会容易淤积在我们的下肢。 团年围炉，大鱼大肉免不了，若是食食无咧控制，又搁无运动，三关的患者有风险，医生示范会使安尼做。让双手双扣啊，然后往后延伸，然后身体保持挺胸，那过程中大概就是保持15到30秒，像左脚可以挂到右脚上面去。好，那两只手放在膝盖上面，那身体挺直，然后身体慢慢的往下压。 那借由这个方式去伸展我们后面的臀部的肌肉去做伸展，然后也避免它可能会盲目。另外，像我一手扶咧，另外一手呢抓骹目小可扭一下，这拢对着血液循环有帮助。医生嘛讲，永年每到过年时啊，总是有袂少病患因为食伤油、坐伤久，加上熬夜引起心肌塌甲中风，所以讲爱记随时小运动一下，爱啉水，控制食食，才免惊讲年一个过煞。 健康刷出问题。